個睇起嚟好簡單嘅優質魚標籤，去過街市嘅人都可能留意到，其實漁農自然護理署嘅職員花咗1年幾時間研發，係全球首創。點樣將優質魚標籤打喺魚鰭或者係套喺魚尾上邊，原來大有學問。係羅生馬生，喂，你好，我哋嚟探下你哋啊。周永權由開會到實戰，全程參與。其實難忘嘢真係好多，翻到去屋企去食開魚嘅時候，亦喺度諗緊，如果真係上個標籤嘅時候會點咧？胡景泰話：說服漁民參加計劃最考功夫，要同啲漁民朋友去同佢哋介紹呢個計劃，咁佢都話：我聽住先啦。要實地測試標籤嘅可行性，當然唔少得漁民嘅參與，仲有漁護署嘅前線職員風雨不改，跟進計劃嘅進度。冬天就會好凍咯，即係呢度你知幾食風㗎啦，海風，咁夏天又真係好辛苦。感受啊，最緊仲係幫到啲漁民咧，個心態就係咁噶啦。將一個標籤打喺活魚身上邊有幾困難呢？釘喺魚鰭定係魚尾？尤其啲活魚啊，好生猛咧，即係處理到條魚，令到佢可以配合到打標籤呢個動作，咁似乎係最重要嘅巧妙咯。吉落條魚會痛嘅，你要盡快一吉落就要拉起嚟。由於世界上冇先例，所以佢哋只有憑住鍥而不捨嘅精神不斷嘗試，花咗1年幾嘅時間，終於揾到答案。鹹水魚通常打喺魚鰭，譬如烏頭呢一類淡水魚就會圈喺魚尾。創意唔單止係放標籤嘅位置，仲有標籤本身嘅設計。唔好睇小佢哋細小面積，原來可以防水㗎。整濕咗只要抹一抹，優質魚嘅標誌就會清楚可見。呢10個位數字嘅編號，每條魚都唔同，方便追查係邊個漁場出產，等同身份證一樣。一個世界上首創嘅魚類標籤，負責研發嘅漁護署同實際執行嘅漁民都有一個信念。呢啲應該係大勢所趨嘅。依家你蔬菜你都要追查來源啦，不過我哋係行先啫，困難都要做㗎，唔通唔做啊？優質養魚計劃希望提高本地魚嘅質素，將養魚業系統化，保障市民食魚嘅安全。漁護署職員主動同漁民接觸，請佢哋仔細記錄魚苗嘅來源、養殖同生長情況，仲會定期檢查魚類嘅健康，確保安全，先至可以掛上安全標籤推出市場㗎。呢度係大埔墟街市，有一間佈置與別不同嘅魚檔，優質魚專門店就喺呢一度啦。紅油啊，嗰啲咧，呢啲叫黃辣椒啊。肥媽賣魚賣咗30幾年，對優質魚信心十足。肥媽仲會教人煮魚嘅方法。如果黃辣椒咧定正先，黃辣椒咧我哋通常咧即係豉汁啦，但係咧我哋唔中意嘅，我哋煎咗佢，我哋炆涼瓜，好好食嘅喎。漁護署嘅職員會定期到呢啲售賣點觀察銷售嘅情況。呢排啲優質魚，啲市民歡唔歡迎啊？魚檔呢度嘅佈置，佢哋亦都有幫手，能夠幫到魚販之外，亦都令更多市民知道呢一間專門店為佢哋提供優質嘅食物。譬如喺呢一度中間啦，嚇明顯嘅地方咧，亦都係連咗個我哋個標誌啦。專門嘅概念咧，其實我哋都好鼓勵啲養魚戶同埋漁民去嘗試嘅。有啲市民都話：哇，好靚喎，好好喎！咁可以佢直接係第一身嘅感受咧，係完全知道大個反應係點樣樣嘅。肥媽話：優質魚嘅銷量唔錯，唔少熟客專程揸車嚟到大埔購買，就係為咗有標籤嘅優質魚。有個細路仔好啊，嚟親咧都要收集呢個牌㗎。我話你買嗰一塊條啊！媽送啲魚俾你食啊！佢話係咪㗎？係我話儲起佢㗎啦。我哋自己亦本嘅信念就係話，佢本身個概念係得嘅，咁但係研發嘅過程咧，我哋都知道係唔容易㗎啦。
而家全港有300個漁場，好多養魚戶都朝不保夕，生意唔係咁理想。直至漁農自然護理署喺05年推行嘅優質養魚場計劃，將養魚業系統化，並且喺優質魚加上標籤，令到本地養魚業重現生機。呢邊就5個塘，嗰邊咧就7個。黎來就自細就幫爸爸打理呢個位於元朗嘅漁場，見證住香港養魚業嘅興衰。一直以嚟，黎來就將魚苗養大之後就拎出去賣。自從參加咗優質養魚場計劃之後，餵魚變得更加有系統。優質魚我哋初就用呢個麵粉啊、花生腐啊、粟粉啊嗰幾種，我哋全部用咗天然嘅嘢，俾人加工嘅喎。每日餵魚之後，按漁護署嘅要求，根據魚苗嘅生長同埋位置情況做詳細嘅記錄。咪感覺我哋即係話當呢個每日做功課咯。因為要有記錄先至養好靚嘅魚㗎。啲魚喺養殖過程中會受到定期嘅監察，喺銷售前會先經過品質保證測試，測試結果令人滿意㗎，先至可以使用優質養魚場品牌銷售。早晨，早晨啊，黎生。好，師傅，早晨啦。點啊？早晨。有咩搞啊？而家餵魚咯。咁樣。歐志敏係漁護署漁業技術主任，平均每個月都會嚟探訪黎來就，確保優質魚場嘅出品達到標準。諗翻當初點樣說服黎來就參加優質養魚場計劃，一啲都唔容易。大部分漁民咧都可能會同阿黎生咁一樣啦，可能讀到小學程度啦，初可能都係填下又唔填，我哋咪當嚟快啲交功課啦，你哋要都要氹下佢哋咯，叫佢哋慢慢即係填翻好咁樣樣咯。說服黎來就參加計劃只係第一步，歐志敏要幫手觀察魚苗記錄，仲要抽水板，保證市民食到嘅優質魚絕對安全。有啲話我哋麻煩咯，成日嚟冤住佢，又要做咁多嘢，佢有陣時會怒嘈啲咯。咁麻煩，唔做啦咁樣，我哋又再去即係慢慢再同佢傾翻咯。黎生，係拋到啦嗬！哇，不如攞兩條大嘅大嗰兩條去做呢個草骨粥。有陣時佢哋拋啲魚上嚟，即係好多嘅時候都要即係幫佢哋手，盡快解翻啲魚落去啦。而家市民好容易就買到優質魚，不過05年推出市場嘅時候，養魚戶同埋漁護署嘅職員初次幫每條魚套上標籤，過程並唔簡單。夜晚12點咧，其實係好凍，嗰啲魚都幾乎冷到嗰啲手都僵晒。啲魚都爛到已經硬咗㗎啦。個係好凍，因為要落手落腳要幫佢哋手啦。因為同佢哋見到佢哋咁做，我哋都要落去幫手，因為大家要做一個參與啦，係咪？大家一齊做啦咁樣。一捉上嚟已經生㗎嘛，你打落去佢又喐下，打落去喐下，咁又生手啦，又唔係熟手啦，所以第一次咧就係都好似都幾難搞佢哋。一方面可以幫佢哋提升翻佢哋養魚嗰個管理啦，咁另一方面咧就係話希望佢哋有佢哋發展到佢哋自己嘅品牌啦，希望佢提翻供一啲優質嘅食物俾我哋本地嘅市民咯。